转来看咱国内家己的国华街西菜市已经有100年历史。较早是因为专卖这进口的物仔，所以讲互人号做是好价人市。所以因为即马这社会形态改变，愈来愈稀微。加在是，阁有一阵少年头家，因是介有心，联合起来办展览，阁带导览活动，要邀请大家转来市市啊听广告。用手摇的航空进步器，清朝时期的囡仔拉车，伫西市场内底做导载店家，向参观的民众绍介因收藏的文物。为着要让民众知影西市场的改变，市场的店头做伙举办展览甲导览的活动，希望让民众来了解市场的特色。真好啊！啊，有啥物？都安尼看到较侪人啊。会当带人入来，吼来介绍安尼，咱西市场较会当较有热闹热闹。主办这个活动的店家讲，西市场伫今年2月的时阵，针对市场一寡空间有来做整修，为着要让这个老市场重新搁闹热起来，才会来举办活动，邀请民众食市场内底的点心，听较早的故事，参观有特色的店家。较早就是人讲的好野人市啊，它因为经过很多次的，就是整建翻修之后，它整个都没落下来。那觉得可以为这个西市场做一些事情。因为内面拢有重新装修，拢生甲无共啊。我是伫嘉义读册，所以来遮就是来耍安尼。嘉义市西市场伫1998年改建做大楼的时阵，因为工期上久，单位阁缩小，一个店家离开了后，嘛互来遮的人愈来愈少。店家家己举办活动，毋但要啥少年人阁行倒来遮，看内底传统甲创新的融合，嘛希望会当延续西市场伫嘉义市的100年历史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